彼得前書第3章。同樣做婦娘嘅，你哋也應該順從自家嘅老公，本無順從正途嘅老公，因為你哋嘅好品行來受感化。你哋嘅話唔是講咁多，因為佢哋會看到你哋純潔又端莊嘅品行。你哋唔好講究外在嘅打扮，像愛樣扮扁頭那麼戴金鏈、着長衫等，應當有內在嘅講，用唔會褪色嘅溫柔又恬靜來打扮。照上帝看，你係最有價值嘅，因為頭擺嗰條聖潔嘅婦女，佢哋仰望上帝，攏總用順從老公來打扮自家。撒拉就係咁樣，佢順從亞伯拉罕，趁佢做頭家。你哋那行善無驚東驚西，就係撒拉嘅妹咧。同樣做老公嘅，你哋同婦娘共下生活，愛體貼佢哋係看軟弱嘅同伴，愛尊重佢哋。因為佢哋係同你哋共下承接上帝所賜嘅新生命，咁樣你哋嘅祈禱就唔會受阻礙。總講，你哋大家要有同樣嘅心智和心情，像兄弟姊妹咁樣相惜，用慈愛和謙卑互相款待，唔好用壞報壞，用辱罵還辱罵。顛倒愛祝福，因為上帝呼召你哋嘅目的係愛伴你哋承受祝福，像聖經所講。萬人想愛享受人生，希望過安樂嘅日子，什麼就唔好講廢話，再順也唔好講化療，愛棄絕邪惡，天力行善，愛追求和平，實忙去行，因為主看顧義人。留心聽佢哋嘅祈禱，總係計條作惡嘅人，主就對佢哋變面。你哋那係熱心行善，萬人會害你哋呢？你哋就係為你受苦，也係親有福氣啊！唔是驚人嘅威脅，也唔是憂愁。你哋嘅心愛敬畏基督，尊其做主，愛常常準備好勢。來回答別人嘅問題，就是關係你哋心中嘅盼望，總係愛用溫柔和謹慎嘅態度來回答，愛有清白嘅良心。咁樣，在你哋受侮辱嘅時節，嗰度誹謗你哋嘅人，會因為你哋做基督徒所表現嘅好行為，自家感覺見笑。上帝嘅意思，那係愛你哋因為行善來受苦，較人因為作惡來受苦。因為基督是為罪來死，一百秋完成，係你嘅太不義嘅，愛帶你哋到上帝嘅面前去。佢嘅肉體本人處死刑，仲係佢嘅靈還係生生。佢通過了嘅靈，失去對監獄度嘅條靈傳託。嗰條靈係硬頸嘅靈，就係在挪亞坐大船嘅時，上帝原來等待嘅靈，當時入大船通過水得到拯救嘅人唔多，只有800。呢個水所預備嘅洗禮，呢下已經救到你哋。洗禮唔係洗清你哋身體嘅垃圾，係表示你哋用強烈嘅良心對上帝許願。呢洗禮通過耶穌基督嘅復活拯救你哋。耶穌基督已經上天堂去，呢下坐在上帝嘅右邊，所有嘅天使並天界嘅眾權者、老統治者隆重服從佢。